范仙姐，你出来啊！你过来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妈是不会见你的。我知道上次是我错了，是我太冒失了。这次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的？嗯。换个地方说。我已经答应过你会劝我妈，为什么你就等不及呢？繁星姐，昨天擅自去找萧寒哥是我不对，但我找他是有原因的。我想要那张照片。你要找那张照片干什么？因为我想起来了，我就是你们家小女儿。照片里面那个女孩就是我，照片就是证据。不是的，不是，是真的，繁星姐，我真的是你们家丢失的小女儿。崔教授就是我妈妈。姐姐，你的项链给我。公交车，姐姐，你那天带我出门坐的是公交车对吧？全部都想起来了，我真的是你们家女儿。崔教授不是急着要找女儿吗？你快带我去见他，告诉他小女儿找到了。别再说了。思月，对不起，我是想说，我妈才好不容易从假女儿的事件当中慢慢恢复过来，你不要再这样火上浇油了。我可以理解你找妈妈的心情非常迫切，所以你脑子里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，你找我也没有用，我没有这个时间来陪你聊天。我现在要去公司了。范仙姐。阿姨，麻烦你给我开一下门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找崔教授有重要的事情，麻烦你通报一声吧。崔教授不在家，改天再来吧。阿姨，阿姨，这位听众朋友，其实我觉得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不幸。其实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最安全。如果我们没有了挑战的勇气，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关于温森特·梵高。梵高的一生，生活在被人们忽视和贫穷当中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画作的热情。他凭借着跟弟弟频繁的书信来往，慰藉着他并不那么精彩的生活。但他却可以创造出一件又一件惊世骇俗的作品，所以可见，有亲人来分享痛苦，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。下面与大家分享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1号，一起来欣赏。姐姐，能不能跟你见一面？我有话跟你说。福夏，你那么着急找我干什么？繁星姐在上面吗？在啊。我给她打电话，她一直不接，我只好找你了。你去帮我叫一下她吧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是他们家小女儿，我是她的亲妹妹。你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思远？我不想在工作的时候谈私事。他现在人在楼下。
思月她真是你们家丢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觉得你还是跟思月说清楚吧。他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堵过我已经跟他说过了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他又到楼下来找我，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去跟他说这些。思月她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，你跟她好好说，她不会对你死缠烂打。而且，她那么做肯定有她的原因。他有原因，他通情达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冷血无情了？好啊，你们所有人都站在他那边，那我是坏人，他是好人，那你们都去跟好人说，跟坏人说什么？思源，繁星姐，你想说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。还有，包括我、萧寒、傅夏所有人，你都不要再去跟他们说这些莫须有的事情了，因为这会给大家的正常生活造成困扰的。繁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难道你也觉得我在骗你吗？那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？你说的那些跟我记忆里想的不一样吗？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让人很难接受，连我自己都像做梦一样。但是这些记忆特别清楚的在我脑子里，感觉就像是真的一样。繁星姐，那个时候你也才10多岁，或许有些事情你也记不清了。我去找过崔教授了，但是他根本就不让我进门。你又去找妈妈了？因为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啊？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我找你，你也不理我。繁星姐，你能不能去跟崔教授说说？说对不起，思雨，肯定信的。如果我现在回头，想起来了，我记得等着我的家里很大，就是万丈石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花裙子，那个花裙子那上面画着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能够确定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去劝说我妈呢？再说了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她心里是什么吗？是骗子，跟闵仪容一样的骗子。她只要听到你们家所有人的名字，她整个人都会崩溃的。自从闵仪容走了之后，我跟你说话，她都会觉得我在帮你，她会误会我。我现在说什么她都不相信我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妈，你看到我那串心形项链了吗？什么心形项链啊？就是我小时候戴的那串手工项链啊。你找他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拿着它去找你那崔教授认亲啊？思月，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？不再提认亲的事啊。可是我找亲生父母有错吗？你们怎么一个个都拦着我呀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思月，你到底还认不认我这个妈呀？认啊！你要是认的话，那就听我的，别去。这次我不会听你的，我一定要去。你要是非要去的话，那我们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，回农村老家去。为什么？眼看着我的身世就要揭开了，为什么要回老家啊？好，那你就找你的崔教授认亲去，你就别再认我这个妈。我真搞不懂，我想找我的亲生父母有错吗？你怎么就不肯为我想一想，还动不动就说这种伤人的话？行，如果你这么不在乎我的话，那你明天自己回老家吧。同学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看到美术系的崔教授了吗？哦，好像在那边吧。谢谢啊。没事儿。
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谈谈。我没有兴趣。其实我就是你丢失多年的女儿。太荒谬了吧！现在满大街的人谁想来当我女儿，只要跑过来说一声就可以了吗？不是的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我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迪士尼的花裙子？哦，还有一个小凳子，上面有灰姑娘的图案。妈，我走丢那一天，是姐姐带我出门坐公交车。你不用再说了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米一荣告诉你的吧？现在你们家2个孩子轮流来骗我，是不是把我当傻子？不是的，是我自己想起来的，都是我自己想起来的。我还有一条手工项链，可以证明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废话。这里是学校，你不能随便进来的。如果你还不走，我马上就叫保安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哎，喂，哎呀，人家烦着呢。哎呀，知道，所以给你加了双倍奶油。哎，你再不喝，我喝掉了啊！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啊。我不懂，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啊？我就是肯定，我不仅肯定，我还确定一定以及肯定。我的直觉，我的记忆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，我就是崔教授的孩子。确定、一定、肯定。那我帮你想办法吧。哎呀，这不正好放假了吗？是吧？前一段时间家里出了那么多事情，正好你到妹妹那儿去换个环境，散散心，多好啊！我不去呀，你干嘛一定要赶我走呢？我这哪里是赶你去啊，我是求你去。爸，啊，妈，回来了。在讨论什么？啊，没有。你法国的姨妈来电话了，说想你妈妈了，想让你妈妈去法国住一阵子。那不是很好吗？最近法国天气很好，景色一定也非常漂亮，而且妈和姨妈很久没见了吧？你看看，女儿也这么说，是不是？你就去吧。哎，这次我陪你去啊。好了，那就去吧。哎，今天4月这个丫头居然跑到我们学校来了，还一直在胡说什么，说她才是我的女儿，怎么会这样？她还说，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，还说全都是自己想起来的。我就知道一定是那个米一荣跟她说的。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不可能迪士尼的裙子她也会知道啊。应该不是米一荣说的，可能是我说的。因为我之前跟4月聊家常的时候聊起过这件事情，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跟妈说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我就猜到他是说谎。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？的确是我的问题，妈。我也是被他骗了。以后你记住点啊，不要把家里的事情到处乱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满世界的人都跑到我们家来冒充我们的女儿，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妈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不过4月这个女孩子，还真让人生气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事就这么算了，要不还以为我们家谁都能来骗一下。这样吧，妈，明天我去提醒他，让他不要再这样害人害己了，好吗？我最近遇到的全都是烦心的事，我想我真的该去度假了。对呀。海星，明天你顺便把我和你爸的机票订了。没问题。吃饭。今天晚上聚餐，请大家不要迟到哦。
谢谢繁星，谢谢繁星姐。叶繁星，来来来，我还是想跟你谈谈思月的事。吃的零食。思月她说她好像想起来一些事。我不想在办公室这里讲私事。傅夏，我说你是怎么做事的？你当自己家呀？你上厕所也要请个假呀？我喜欢不行吗？傅夏。你在干嘛？没干嘛。是不是又是那个小丑在威胁你啊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？你要告诉我才能帮你啊！我的事情你不用管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恭喜繁星姐！谢谢。繁星姐成为环球旅游形象大使，其实是我们 Showtime 所有人的荣幸。我代表 Showtime 所有的员工向繁星姐献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其实呢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所以要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的男主角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？我们还等着肖总请我们喝酒。等一下，哎喂，到哪儿了？哦，我在路上呢，马上到了。哦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有人来单了！繁星姐和肖总简直是天生一对儿啊！哦，那要唱一首歌来庆祝一下，来！哎，思月，小韩哥，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要我了，爸爸也是，妈妈也是，我得不到任何人的爱，我好难过。思月，你是不是喝醉酒了？你在哪儿？我要再次恭喜繁星姐，谢谢。喂，阿星，你到哪儿了？思月好像喝醉了，酒吧的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她。要不你先过来，然后我让傅下去。喝酒。算了，你快去接他吧。那好吧，我接完她我就过来啊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喝酒。三。
对不起，这个女孩你见过吗？哦，这个女孩我见过。刚才在这边喝多了，一个胖胖的姑娘把她接走了。接走了？对，是的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呦我的妈！再不笑我就快被憋死了。你明明知道我对向日葵过敏，你还送我向日葵？等一下。当当当！嘿嘿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四月，你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啊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肖总好。头痛药，给你的。萧寒哥，跟我来一下。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喝成那个样子？我也不想的，但是我太难受了。小寒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，我就是崔教授他们家丢失的小女儿。你怎么能那么确定呢？我记得我小时候穿的裙子，记得我们家的样子，还有繁星姐拉着我的手带我出去玩，这些都不是闵一荣告诉我的，都是我自己想起来的，真的。那这些你跟繁星说了吗？
我跟繁星姐说过了，可是她说我说的她都不记得了，所以我自己去找了崔教授。崔教授好像特别讨厌我，一提到我就生气，我被他骂了回来。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小韩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拿这样的事情来开玩笑。谢谢小韩哥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信任我的人。好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亲人，更应该打起精神来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像闵思月。那这样，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让伯母改变态度。谢谢小韩哥。哎，老婆，稍微快一点好不好？哎呦，小韩来了。伯父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跟你伯母啊要去法国待一阵子，散散心。怎么这么突然？繁星的姨妈邀请我们去的，繁星也很支持。爸，都收拾好了啊。你来了。伯母，繁星，我有些事要跟你说一下。妈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些化妆品什么的，什么事啊？带了吗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都在箱子里边呢。你爸妈去欧洲的事情，思月知不知道？是我爸妈去欧洲，他为什么要知道？思月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可能是你的妹妹，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？闵一荣的事情过去之后，关于妹妹这件事情，我们真的很难去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你信吗？万一这是真的呢？要不要考虑跟你妈说一下？当然不要。闵一荣这件事情闹得我们家鸡犬不宁，我妈有多伤心多难过，你也看见了。万一这件事情又是假的，再一次伤害她，那我们家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？可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，我们且不管它是不是真的，要不要考虑让你家里人跟思月见个面？我不能不管它是不是真的，我一定要确认它是真的，我才敢跟我妈说。所以见面根本就没有必要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刚才说话稍微急了一点。虽然是好意，但也不该惹你生气的嘛。我说话也太急了。如果4月一定要和妈见面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现在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。我们等妈从欧洲回来，事情平息了，她的心情也平复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找个机会让他们见面，也许这样对妈和4月都好。你们说完了没有啊？赶飞机呢？对不起妈，马上来。小韩啊，这个月我们繁星就拜托给你了啊！放心吧，伯父，繁星交给我照顾了。晚上睡觉前锁好门窗，别整天加班都那么晚。毕竟你是个单身女孩子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我在法国有可能也待不了多久，最多2个星期就回来。别啊，您跟姨妈那么长时间没见了，而且现在正好是巴黎最好的季节。如果您觉着待着舒服，您就多待几个月嘛。干嘛？就那么不想看到我们吗？我们老了啊，在家里让孩子烦，咱们出去啊，就过过咱们的2人世界。哎，爸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在想啊，等我忙完了这阵儿以后，我也休个假，去陪妈。我不会影响你们2人世界的哦。你快回去工作吧。
那好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你怎么了？啊，繁星姐，你是来为节目选衣服的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崔教授愿意见我了。不是，是关于出国留学的事情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你很想当设计师吗？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关于服装设计师出国培训的项目，我可以帮你报名哦。这当然是好事了。但是我现在更希望能见到崔教授。我妈她就在那儿，也不会跑到哪儿去。但是现在她毕竟在气头上，过一段时间说会比较好。而且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当设计师不是一直都是你的梦想吗？那我走之前能跟崔教授聊聊也行啊。我还没有告诉你，我妈今天去法国出差了，可能一去就要几个月。如果等到她回来，这个机会肯定就错过了。那繁星姐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可以，但是机会不等人哦。妈，爸，干嘛？怎么回来了？航班没赶上。到了机场换登机牌的时候啊，你妈才发现航班号是517，她觉得不吉利啊，回来了。你也是的，是你买的机票，你买机票的时候看到那个航班号，你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吗？这个日子是你妹妹失踪的日子，你不觉得刺眼吗？对不起，妈，是我的问题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周全，我看到时间合适就买了，没有考虑到航班号。对不起，我现在立刻帮你换一班。等我一下啊。不用了，我不去了。妈，您别不去啊！您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，而且跟姨妈都已经约好了，就改一下航班很简单的。是啊，我就说了，这只不过是个意外，咱们改个航班不就行了吗？你说错了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上天在提醒我，叫我不要去。如果这次离开了，可能会错过跟我女儿碰面的机会。妈，没那么悬。你们两个不要再讲了，我不去就是不去。我现在给你姨妈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妈，出国念设计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就没有答应呢？我眼下还是想先见见那个崔教授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妈，你也知道，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，我干什么都不踏实，每天都感觉心里有1万只蚂蚁在爬。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，你要是听到出国留学的消息啊，那肯定得高兴死了。可现在就因为一个不清不楚的崔教授，你就放弃梦想了。更何况他现在也不在，这2件事情根本就不冲突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你也觉得我应该去出国留学吗？
切都很好，你放心吧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马上。伯母，哎，您不是跟伯父去法国了吗？哦，我是因为去机场的时候不舒服，所以就取消航班不去了。繁星没跟你说吗？哦，昨天回来之后就各自忙，还没机会见面。伯母，那您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哦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放心。那要不我陪您逛一下？啊，不用，因为一会儿繁星和他爸爸过来接我，没事的。你去忙吧，你不用陪我了，快去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我陪您去餐厅坐坐，怎么样？真的不用陪我。没关系的，走吧。好。这个餐厅确实是不错，看来阳光百货在你的领导之下，真的做得越来越高端了。能够得到伯母您的肯定，比什么都会让我感到开心。对了，伯母，最近4月是不是去找过您？怎么了？她还要做什么？这个女孩子本事不小啊，可以找你来做说客。伯母，您误会了。4月是阳光的员工，最近他的组长跟我说他的情绪不大稳定，所以去找他谈过一次，然后他就说……他说什么？他又说是我女儿。我知道，在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后，4月现在这么说是很难取信于您。但是，以我个人对他的了解，我相信他不是一个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人。小寒，我真的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。伯母，可不可以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再给4月一个机会？如果他真的是个骗子，那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开除。可万一他说的是真话，你们就找到亲生女儿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还嫌我妈受的刺激不够多吗？繁星，小寒是好意。爸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好意。繁星啊，你为什么那么激动？也好，那你就帮我安排吧。谢谢伯母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真是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一次你好像不太愿意4月跟你妈妈见面，这到底为什么？那我就问你，啦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跟萧寒吵架了？妈，您后天真的要去见4月吗？我怕她惹您生气。再生气也要见一下了。
萧寒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倒想听听这个人能说出什么花样。可是，不要再虐待我的钢琴了。萧寒哥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，什么好消息啊？已经帮你约好了，后天跟我去见崔教授。这是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，萧寒哥，太谢谢你了！啊，你这么帮我，繁星姐会不会不高兴啊？这是我该操心的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啊，赶快回去吧。谢谢萧寒哥。那我们后天见。后天见。拜拜。希望每一双眼睛都只看到光芒，每一个心灵都只感受到快乐，每一段生活都只有温暖和爱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《繁星有约》，更大的世界，更远的梦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呀，为了庆祝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这么完美，我们去唱唱歌、吃吃饭。哇塞，饿了。我今天有点累，就不去了。嘿嘿嘿，我知道了，这次我买单，这次我买单啊！他买单。你们先去吧，这次我买单。对嘛？啊，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们去。走了。拜拜。快点。阿姨，叶主播，4月要去见崔教授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阿姨，刚才节目的录影您看到了吗？我在节目里说，希望每一双眼睛
都能看到光芒，每一个心灵都能感受到快乐，每一段生活都充满了温暖和爱，多积极啊，多快乐呀！但是我呢？我生活在恐惧里，我的眼睛只能看到黑暗。我每天都在冰窖一样的大房子里面，被妈妈训斥，被妈妈责骂。可是，也许明天以后，就连这些都没有了。还有16个小时，我就要下地狱了。还有，债主既然是你找来的，你就负责把他们打发走，然后和萧寒分手，踏踏实实的跟我在一起，明白吗？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原来你就是小丑，是不是？你都知道了，亏我还把你当兄弟，什么话都告诉你。你居然对范兴这样做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呢？大少爷，我们孤儿的世界你不懂的。无所谓，我不用懂。我只知道，你再出现在叶范兴旁边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傅相。 我以前也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里来。现在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一切，就算你怪我不够朋友，我也认了。但是刚才在里面那个人，那就是个坏人。
我也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让着你。接下来的拳头，统统是为了反省。你给我滚！我不要再看到你！你只知道我是小丑，你知道叶繁星是什么吗？你以为他真的很干净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有什么把柄可以让我这么威胁他？因为他干过一件很无耻的事，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，就可以丢掉只有4岁的妹妹。差不多了，我们一会儿再拍。大家休息一下。叶繁星，让我试一试吧。那个软件真的很厉害。你做好你的事情比较重要。你在干嘛？啊？四月到底是不是你妹妹？所以你现在是来指责我的？你回答我的问题，四月她到底是不是你妹妹？还有，简易就是一直在威胁你那个人，对吧？不是。叶繁星，我原本以为你的表面是装的，内心至少是真诚的，但现在看来，你和那些沽名钓誉的明星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全部都是自私鬼！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在争取所有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你真的不要再装了，你什么都有，你还什么都想要，你根本就是个贪婪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像个傻瓜一样一直在保护你，我根本就是个笑话。没有人求你保护，你可以走啊！我走，我走了，你别。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求你不要赶我走。我走了，谁来保护你？我走了，你变得更坏怎么办？你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你说我自私，说我虚荣，你说我不配你保护，那你走啊，你可以不要。
拿来，别喝了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我会一直替你保守这个秘密，直到你想亲口说出一切。我在想，一切痛苦的根源应该都在这里吧？一边要守着那么大的秘密，一边又要跟自己的内心挣扎纠结，一定很。福星，谢谢啊！我第一次喝的这么爽。他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我把那些不高兴的、难过的东西都忘记了。我送你上去。你谁啊？你不好，你走开，都不管我。好了啊！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带你上去。来，等一下。他的包。好了啊！来，上楼。来，慢点。管我！你不好。来。慢点。明天跟4月见完你妈妈之后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对不起，4月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繁星被毁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如果非要有一个人承担后果的话，就让我去下地狱吧。
崔教授，这位太太找你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你不要以为你亲自来我家就会有什么好结果，我是不会原谅米一荣的。哼，原谅？你跟谁谈原谅？崔凤萍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没有想到吧？是你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。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找你来算账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根本不希望我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和叶广国原本是一对情侣。虽然我们家境悬殊，可是我们早就已经私定了终身。没想到叶家的生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，这个时候你就趁虚而入，从我手里抢走了他。如果叶广国足够爱你，当初就不会答应和我结婚。如果他不答应，他的父亲就会因为破产而去坐牢，你让他怎么办？你们结婚了，可我却没脸再活下去。我跳河自杀，被人救了起来。当时我是心灰意冷啊，嫁给了救我的过路司机。可是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？在我生下孩子没有多久，他就开车撞死了人，抛下我们母女跑了。当时我失去了整个世界，只剩下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是我最珍贵、最珍贵的宝贝。为了他，我什么都可以去做，甚至去求你。你觉得你没错，可我们母女俩差点就流落街头啊！为了生存，我只能到黑工厂去工作，甚至差点被火烧死。幸好那天，我和我的工友闵秋霞穿错了衣服，于是我就顶着她的名字活了下来。
荣来冒充你的女儿，我还让闵四月也来冒充你的女儿。怎么样？这种一次次被耍，一次次得而复失的滋味儿，好受吧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这个4月也是你安排的。对呀。你觉得你是人生的大赢家，处处都高高在上，可是唯独只有这件事情，你只能听我的安排。你居然拿我失去的女儿一次一次对付我，你好毒啊！哼，我毒得过你吗？你的痛苦不足以抵消我失去爱人、失去整个人生的痛苦。你知道你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生不出孩子？生了孩子又走丢了吗？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既然你这么折磨我，为什么要来告诉我这一切？我要你把我所有失去的一切都还给我。原本属于叶太太的生活，那个人应该是我。我要钱，我过得实在是太差了。我要钱！你报警啊！你报警啊！你报警的话，叶广博就会知道我们母女的存在了。你给我滚！我会走，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们母女俩以后不会在你的面前出现。妈，4月回来了。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伯母，你为什么动手啊？妈，想冒充我的女儿，你想得太美了。我还什么都没说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说的全都是谎话。伯母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，好吗？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我说不要再说了。你什么都不肯听我说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会有你这样的亲生女儿。如果是我女儿，她会很自重自爱的。我生的女儿怎么会像你一样？出身低贱就不用说了，
真看不出你的脑子全是坏水，只想骗人钱。麻烦你给我滚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叶家，不许踏进我们叶家半步。你给我滚！伯母，妈，繁星姐，不要再说了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就算你以后想认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认你。思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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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哭了。繁星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连累你也被骂了。你别这么说。打疼了吗？没事儿。那个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们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先走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伯母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会这样。我妈还在气头上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去看看思月吧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正好路过。路过？其实，我担心崔教授他会为难你，所以。你再也找不到你的女儿了，这就是命。妈，四月，你去见那个崔教授，见得怎么样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？我就像个笑话一样被赶了出来。那个家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，根本就没有人在等我回家。四月，妈，我再也不想
想认亲了。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关心我。血缘真的代表不了什么。那个崔教授，就让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吧。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生不出孩子？生了孩子又走丢了吗？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风平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让他失去工作，让他们孤儿寡母怎么办？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谁让你把水喷到墙上的？这么不听话，妈妈下次不带你来了。我就要喷，我就要喷！这么不听话，不要你了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这样怎么当妈妈？动不动就不要孩子，你还生他干嘛？你们领导是谁？我要投诉你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就是看他那么对孩子，我心里别扭。对不起啊，思月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老婆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看，今天全都是你喜欢吃的菜。你做的？是啊，还有我是算准了你回来的时间才开始煮的，所以刚刚好，现在还热着呢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日子？哦，结婚纪念。不对呀，还有3个月呢。你怎么这么说啊？老夫老妻的，煮顿饭给你吃还不行吗？你不是一直说很惦记我的手艺吗？哎，你不是说你的手是搞艺术的吗？哎，快20年没下厨了吧？你是埋怨我吗？哎，不，哎，我是受宠若惊。快坐下来吃吧。哎呀，看样子不错嘛，尝一尝。这是什么呀？鲍鱼啊？是你最爱吃的。哦，尝尝。老婆你也吃啊？老婆，怎么了？我最近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，就是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。又做梦了？你梦见什么了？梦见当年在那个河边分手的不是你和颜柔心，而是我和你。那时你们俩的感情那么深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家出事，我们也不会在一起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已经淡忘了，放下了。这几天做梦，我才发现自己没有。哎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我知道当年他被烧死，其实你的心就一直没有放下过他。我知道，我无法代替他在你心里的位置。